喺香港生活，你會發現一樣好特別嘅事，就算冇車，日常生活其實都完全冇問題。因為公共交通已經成為香港人生活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首先，香港地方細，人多，揸車未必係最方便嘅選擇。道路資源有限，繁忙時間好容易塞車，加上泊車位少又貴，揸車反而變成一種負擔。相反，地鐵同巴士路線密集，去邊都有車，時間仲相對穩定。第二，香港公共交通覆蓋範圍極廣，由市區到新界，由住宅區到商業中心，幾乎每個生活圈都有地鐵站或者巴士線接駁。再加上班次頻密，市民唔需要特別計劃都可以即刻出門。第三，公共交通已經同香港人嘅生活節奏融合。返工返學、買餸、約朋友，第一反應通常都係搭車，而唔係揸車。八達通令付款變得極簡單，轉車時間短，令整個出行過程非常順。另外，公共交通令高密度城市可以正常運作。如果大部分人都揸車，香港嘅道路根本承受唔到。正因為多數人依賴公共交通，城市先可以容納咁多人同咁多活動。當然，依賴公共交通亦有代價，例如繁忙時間逼，偶爾延誤。但整體嚟講，公共交通為香港人提供咗一種高效率、相對公平嘅出行方式。所以，香港人唔係唔想揸車，而係喺呢個城市入面，公共交通往往係最實際、最聰明嘅選擇。